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新竹市伫个二次世界大战留落来的历史遗迹寡妇楼。伫个2015年的时阵去互破坏，当时的市长林志坚宣布冻结这个寡妇楼的途经案，这个冻结就是8年。结果，这个途经的建商李明开发公司煞全调咧，无法度出骹手。高虹安就任了后，今年3月办理会勘，4月进入到环评，准备要重新来核定这寡妇楼的途经案。重点来了，这间途经的建商李明开发的独立的董事林美英，甲税厝户李中庭的厝主林美满是姊妹啊。议员质疑，这个其中是毋是有对价的关系？律师讲，高虹安甲厝主林美满的对价关系若成立，安尼高虹安恐惊就卡到贪污咯。新竹市政府发声明回应来澄清，讲这个途经案伫104年就进行审议作业，环评委员会嘛毋是高虹安来主持，绝对无啥物对价的关系。新竹著名的二战古迹寡妇楼，伫2015年时防破坏，正做拍园地。时任新竹市长林志坚甲途经审议件书冻起来，嘛动8年时间。高虹安上任，途经案就开始震动，即嘛说表出和李中庭做会建筑的厝头家林美满有关系。林美满今年1月开国经外办买会建筑，做互李中庭，伊是高定国际创办人兼前董座。这间公司有一个前董事林美兴，一个前监察人李昌辉，即马担任李明开发的独董。寡妇楼途经案就是由李明开发负责。高虹安上任3月会勘，4月环评，准备核定寡妇楼途经案。其中林美英和林美满各敢若是姊妹兄，和建商的关系历史密密拍。环评程序当中就有委员提出，因为建筑量体过大，周遭环境无法负荷，交通容量也无法负荷，希望高虹安市长要审慎的检讨整个都更案的流程。来看地图，寡妇楼伫咧新竹市东区，四周围拢是清华地段，边仔就是清华大学和清大夜市啊，开发的商机真大。那边价值大概多少啊？一平的话，大概48万，因为离竹库很近。主要就是8大学区。高虹安一上任之后，就立马启动这个都更案相关的都更案。那这中间呢，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对价？新竹市府发声明回应，解说迄个都更案伫104年就审议作业，环评委员会嘛是高虹安主持，绝对无对价关系。寡妇楼都更案背后的商机是真大庞，建商一站一站的关系，佮和高虹安是真对同，互外界拢感觉这件代志应该无这么简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